呢排炒幣咁難，邊個面想慳返啲手續費？喺 Binance 入金，其實有啲情況係零入金費嘅，即係你存錢落去，唔使俾平台收你錢，夠晒底。只要你用指定轉賬方式，一啲幣都唔使俾手續費，跟住平台步驟入金，幾分鐘搞掂，快捷又方便。即刻去 Binance 官方 App check 下邊啲方法可以免手續費。仲有個小貼士俾你，用邀請碼註冊 Binance， 手續費再平20%，折上加折，贏在起跑線。睇 description 有我嘅推薦碼 Tilde。Binance 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，安全之選，全球千萬用戶都用緊，入金零費用。賺埋 token 折扣，夠晒注數。